意云高 H 第三世多杰羌佛，法王极显密圆通大师。关于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的说明。2008年4月3日，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多杰羌佛第三世纪实》一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意云高大师、仰鄂益西诺布大法王，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大活佛行文认证，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杰羌佛的第三世降世，佛号为第三世多杰羌佛。从此，人们就以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来称呼了。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其名号为悉达多太子，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改称南无释迦牟尼佛了。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式以 His Holiness 来冠名第三世多杰羌佛，即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从此，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称谓已定性，而且第三世多杰羌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以前的意云高和大师、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新闻是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第三世多杰羌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但大家要清楚，除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在未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意云高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法王极显密圆通大师。民众日报第17973号第8版，国际社会，中华民国89年5月面4日星期三。记者林荣俊台北报道，被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公推为正宗佛教法王极显密圆通大师的意云高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谦虚地表示自己仅拥有惭愧自省，应无所往。与部分自我膨胀的所谓大师相较，佛教界人士对他的泰然处之给予高度评价。有2000多位佛教高僧、各派别领导人参与的国际佛教大会日前在圆山饭店召开，会中对当前多位知名人士做了赃匹认定。经过详细深入讨论后，任意云高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为正宗佛教法王极显密圆通大师。不过，与某些所谓佛学大师比较，意云高大师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对这项殊荣的反应是自己是学佛的惭愧行者。三藏高僧大藏大师5月22日参拜了意云高大师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提了一些问题请求开示时，意云高大师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对他说，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召开政协研讨会，大会授予他佛教大师的称号，我受之有愧。他说，大家说我是法王高僧，我只能说我不是法王，也不是高僧，更不是居士，人也不是我。也许有人说奇怪了，明明是一个人，竟然说什么也不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东西也不是，但我必须说我是学佛的惭愧行者，这就是我，我也非我，是名为我。对各界对他话做高度评价，
他说：“画意本来无止境的，弄弄笔墨算得了什么？无非也是梦幻泡影而已，有何价值可赞？但我确实拥有，我的拥有只有8个字：惭愧自省，应无所住。说我法王高僧，贬我贫居寡士，没有笑容，也没有愁态，我还是我，了了如是。”